寶寶博士小小讀書會，透過朗讀認識更多中文書面語。透過朗讀書本裏面嘅內容，我哋可以同時學習到修辭手法。甜甜圈廚師做咗唔同形狀嘅甜甜圈，究竟呢度嘅句子用咗啲乜嘢修辭手法呢？你哋真係好聰明啊！就係用咗排比呢一個修辭手法。有的組成嘅排比句係小學裏面重點學習嘅修辭手法，所以甜甜圈廚師運用咗有的加埋形狀3句以上嘅句式，就組成咗排比句啦。如果你想學到更多中文嘅知識，快啲加入寶寶博士小小讀書會啦！要掃呢一個 QR code 加入群組，咁你就會知道小小讀書會幾時舉行，同埋有啲乜嘢教材。寶寶博士等緊你啦！